我就想永远都跟你在一起，以后的每天都像这样。醒醒，醒醒！哎呀，好激动，好激动啊！哎，来你不知道这儿干嘛平安夜有个永恒的。 谁的电话啊？喂，干嘛？妖女，你在哪？我好像病了。你又演戏，别装了。没有，我真的很不爽，我全身发麻、发热，而且出现幻觉。我喝了酒。 你小孩子家家的喝什么酒啊？你爸他们呢？我就是看着他们在喝的，我一个人根本没人管，他们都醉得不省人事了。什么？哎呀，好难受啊！我真是快不行了。妖女，你快来吧。我现在有事儿呢，我帮你找静静好不好？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！你个吸血毒妇，每次扎的人满手窟窿，根本不可信。如果你不来，我恐怕熬不过今晚。哎，不过没关系，妖女，永别了。哎，你现在躺在床上别动，我马上赶过来啊。拜拜。 怎么了？出事了？小皇帝喝多了，我担心他会不会是酒精中毒了。李欢他们也喝多了，根本就没有人管他。我去一趟吧，我快去快回，一定会在烟花开始之前赶回来的。我跟您一起去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一会儿给静静打个电话，让她过去看一看。安顿好了我就回来。我一定会在烟花开始之前回来的。 这么多人，一会儿该没有好的位置了。我马上回来，等我。好吧，那你路上注意点，早点回来，我等你。嗯。喂，静静，小皇帝喝多了，我担心他是酒精中毒，你能不能去看一下？好，我这就给叶波和鳄鱼打电话。 喂，对，我已经进来了，你也快点吧啊！
元宵，元宵，哎呀，你终于来了，我恐怕时日不多了。你乱说什么呢？好端端的，干嘛乱喝酒啊？走，去医院。元宵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也是为了你跟父皇好。你干嘛呀？元宵，元宵，你搞什么鬼？开门啊！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我好求求你别这么对我！你开门呐！你要再不开门，看我出去怎么揍你！李元宵，开门！吵什么吵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酒真的是好东西啊，简单粗暴。父皇，我能帮你的就到这里了啊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啦，加油！春女，真的是你啊！你干嘛？吴景哥，你别过来啊！我练过的，我会凶手薛大石。你别过来！你给我走开！好刺激呀，非礼勿听。我简直就是天才嘛！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别过来！我是要，我是要。走开！走开！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看着你了。你还是老样子，一点都没变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辛苦的等着我，春女。我真的好想你，真的好想你。我曾经答应过我自己，如果你有事情，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赶到。我发誓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丢下你的。别再调戏我的神经了！ One, two, three, four， 我是要，我是一只爱上人的羊。
我是羊，我是羊，我是一只爱上人的羊。怎么不接电话呢？喂，喂，任静，芳芳什么情况？没有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。你说奇了怪了，峰峰到家了还给我打电话了呢。我现在赶过去，我们在那汇合。好，随时联系啊。干嘛呀？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放开我！嘿，咬你，复活。我现在就要替天行道。这女人